扭開機身，聽到 2.4G mode 提示聲嘅時候，即係表示用緊底座連接。2.4G mode. 想轉換成藍牙嘅時候，長按中間按鈕幾秒，直至聽到 Wireless mode。 Wireless mode. 喺播放裝置入邊，比如手機、平板、iPad 等等，開啟藍牙功能，等到配對列表入邊出現 Vital Sound Duo 並確認連接。如果需要轉換到底座接駁，建議先關掉取消配對或者藍牙功能。當使用底座嘅時候，必須先駁上電源，確認藍燈已着。同一時間就可以將 AUX 線接駁到底座，又或者使用光纖線同樣咁接駁到底座。按中間按鈕就可以喺唔同模式間切換，唔同燈代表唔同模式。藍色係普通助聽模式，青藍色係深度助聽，而綠色就係音樂模式。